008不利异常。透早落来楼骹碰伊桌仔拍电脑，雄雄册拄仔迄边啪出现一个怪声，我行我甲看卖，啥物嘛无，耳仔佫甲拍活去斟酌听看卖呢，嘛是无动静。电脑继续拍，无偌久，又佫啪一声，我着详细佫顺一摆，无过样，就安尼无插伊。英仔问查某囝，册拄仔敢有泌尿器？无。平常时敢有发现其他怪声？无呢。啊，我知啊，是线虫仔咧变鬼变怪，有道理。其实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就是甲咱不利异常。